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0月29号 AM 新闻，我是嘉豪。今发生什么大事代，头先就来报连载。在今日台东外海发生 F-5E 的战机坠落海意外，造成飞行官朱冠明不幸亡生。过来在今日增加3站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，是对美国、菲律宾、印尼入境。有立委批评讲，一楼有300种的猪肉拢会当入来台湾，但去中业不会讲，只有美国的猪肉会使。今仔日有立委批评讲，台湾若准开放有300种的猪肉入来，以后世界各地有300种的猪肉拢会当入来台湾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解释讲，只有美国的猪肉会使。另外，台北市长郭文哲在今仔日也批评讲，蔡政府一直在欺骗，甚至以后国外会有专工饲300种的猪仔卖来互咱的台湾。在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在野党立委轮流就台，继续质疑农委会公告国外牛猪会当使用莱克多巴胺，唔那开放美国来猪，嘛那就是要欢迎全世界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来。这个就是开启了我们过去没有开的门，不管他们有没有用，通通可以来。这个就是差别，这个就是事实，所以没有错啊，不会只有美国。在去卫权委员会嘛继续审查卫福部公告的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容许率，但是中承认农委会公告，和其他国家的莱克多巴胺猪肉确实会当进口台湾，不过要入来条件不是单单这项尔。其他的国家如果根据这样命，它是可以的，好，不过事实是这样，进口的这肉并不是只有管莱克多巴胺一项，还有口蹄疫，还有猪瘟等等的。目前全球27国甲地区核准使用莱克多巴胺。农委会指出，猪肉会当进口来台湾的，敢若13个，扣掉后面9个无用莱克多巴胺，敢若剩4个会当卖来猪予台湾。不过加拿大、纽西兰甲澳洲无对台湾出口猪肉，敢若剩美国1国。也就是讲，就算公开放全世界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来台湾，嘛无代表讲想要入来就当入来。不代表27个国家里面的每个国家都可以进来，像韩国、菲律宾。本身就是非洲猪瘟的疫区，本身虽然国内有使用莱克多巴胺，但它不可能出口到台湾来。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是坚持中央继续误导。第一议会接受国民党市议员王志平质询的时阵，两个人做伙批评中央伫咧骗人。他是诈欺的行为。他之前讲的都是骗人的。好，都是骗人的诈欺行为，对不对？对。诈骗集团。市长郭文哲唔相信美国是唯一的输入国，甚至是认为讲未来可能会有专门用300种饲猪的农场，专门卖猪肉输入台湾。只要有这个利益在，我都讲了，以后恐怕那个会有那个农场专门用养瘦肉精饲料养的猪，专门输台湾哦。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继续宣布，伊记得讲，若是有日头通厂，业者早就对纽西兰出口猪肉来台湾，不过并无安尼做，佮何况讲猪肉进出口无遐尼简单，若是使用其他更较俗、毒性更较强的300种的国外猪肉，明年敢是会当做伙输入台湾。农委会佮一再强调讲，除了莱克多巴胺有定容许量，其他无定的是全部袂当进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店县有几来的工会团体，伫今仔早起就号召民众去到县政府抗议，因认为讲政府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入来，受伤害上介深的就是劳工、过来人甲囡仔，因也要求县长杨文科就要提出决心，拒绝有300种的猪肉。县府法官，县府法官。Q 抗议布条画口号，几来的劳工团体29号自早起来个新店县政府，要求县府针对产300种的美国猪肉开放进口，要定出驻地条例，坚持零检出，保障民众食品安全。我们为了养家糊口，我们薪水金非常的微薄，所以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。这来猪进口绝对是我们吃的最多，这样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，也危害了我们子女子孙后代的健康。产妇呢，她1个月的月子里面，她食用的内脏的比例非常的高。第1周她要吃猪肝，她要吃7副猪肝，接下来的3周她要吃21副的腰子。偏偏猪肝跟猪腰就是我们莱克多巴胺最容易累积的地方。面对真情民众，县长杨文科来到现场强调，新竹县已经有规定，未来县内贩卖美国猪肉甲牛肉一律零检出，另外还要求业者设置贩卖专区。政策我们只希望它可以改变，
纵使不能改变的话，我们也决定坚持我们新竹县的食安的自治条例，也就是零检出。目前全台有在立县市拟定自治条例，要求零检出，这是不是改着中央的食品安全卫生法？说落来，恐惊需要进一步的讨论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接下来，咱来关心国内疫情。在今日国内增加3宗带病入境的病例，是对菲律宾、美国甲印尼入来的。另外，台湾已经有200天无出现本土病例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这是台湾民众共心配合的成果，也呼吁民众就要继续配合。另外，进前也捌发生检体符唔对以外，指挥中心讲会加强管理。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3例境外移入病例。552例是本国籍30外岁男性，去年底到菲律宾工作，今年10月中捌出现嗽、流鼻水、流等症状，家己食药了后改善，个案10月25返来台湾，主动通报症状，机场采检是阴性，也无过长讲嗽。各有胸口痛，就医检查有肺炎，再次采检才确诊。553例是本国籍60外岁女性，长期住伫美国，10月中甲朋友食饭，其中2名朋友确诊，个案10月26坐飞机返来台湾，机场有嗽甲流鼻水，入境时机场采检确诊。554例是印尼籍20外岁女性，10月15来台工作，到当无症状，提出检疫14天基本前采检，后来才确诊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国内自4月13以来，已经连续200天无本土个案，不过境外移入感染风险犹原存在。呼吁咱各位民众也是爱落实防疫新生活，定洗手、挂嘴安。在国外其实目前一天有曾经大概有46万的确定病例哦，那疫情都还在上升当中，境外入变成本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是持续存在。另外，国内发生头一件因为检体可唔对，地区一名江苏台商被误判着病事件。庄敬雄表示，已经向江苏的台商回息咧，也等咧研究讲有其他补偿的办法。他的住院的这个费用都是我们出嘛哈，因为他主要是有这个隔离，只要有开隔离单的话，就是我们出。后来出院之后还是居家检疫嘛，所以他在居家检疫的时候，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如果都没有违规的话，那当然也可以申请这个1天1000元的，那总共14天的这个叫什么补偿啊？针对这件两公事件，有国内专家批评，这代表实验室的管理螺丝拧啊。尤其是大医院，很多都是一条龙全自动系统的，就条码一开始就贴上去了，不太会错哈。不过现在因为是到机场去采，所以机场没有办法，可能没办法一条龙那个条码从头到尾。庄敬雄强调，内部已经进行检讨，未来会建立封锁机制，也会引进自动化核酸检验机型，以提升整体准确率，并且减少人工手写标符。这摆事件未触发实验室的人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，真侪国家依然是封锁边境。工商界就呼吁政府通好参考外交气泡、旅游气泡的经验，开放商务人士出入境。希望讲这个方案会当伫11月底就来实行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国际停止往来，嘛冲击到各国经济。伫咧外交气泡、旅游气泡了后，工商界出面呼吁政府应该参考外交气泡的防疫经验，赶紧甲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澳洲、纽西兰、中国、港澳等等的国家来进行隔离检疫等等的细节谈判，放宽商务人士出入境的限制，互商业气泡会当伫咧11月底进前开始。思考疫情控制比较好的国家，商业的这种开放，让企业家可以呢，继续做生意谈判。增加订单，有了订单就会增加就业机会。虽然即马这个阶段全球的新冠疫情还未完全受到控制，真侪国家甲地区的边境嘛，也搁伫咧封锁的状态。不过商业气泡、旅游气泡的互惠开放也是引起讨论。前日日本政府已经考虑放宽边境的管制，允许入境日本72小时以内超短期的居留商务人士会当唔免14天的隔离，对象是台湾、中国、韩国等等甲日本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人士。若是亚洲2大国际城市，香港甲新加坡嘛已经达成协议，会伫咧最近放宽检疫的隔离措施。台湾经济部目前嘛已经收集真侪国家的做法，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出建议。特别是它如果有滚动式的新的措施，我们有收集，
那我们也把业界的各式各样的反应呢汇集进来。那我们也提一些初步的建议到指挥中心。那这个毕竟要跨单位去讨论啦。我们有提了方案，那经济部也针对这个方案来提出一些修正啊。所以我目前就是针对这个经济部的意见，我们还在做中签。指挥中心强调讲，目前针对低风险、中低风险国家，原本就配合一寡政策，会当家居家检疫减少到5天至7天，来保障台湾的商业往来袂去受到影响。商业气泡的部分，会佮甲指挥官进一步讨论了，再佮做上下尾的确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日今早起发生一件真不幸的消息，有一只 F-5E 的战机对台东空军基地起飞，无偌久就发生发动机失效，落尾随摔落来伫台东外海。虽然飞行官朱冠明有逃生，不过送到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。伊的妈妈也批评国军讲，战机伤过久，拢无伫咧注重飞行安全。就像所求政府的乌鹰直升机伫台东外海飞来回搜索，因为空军第7联队一只 F-5E 战机日到早起被民众看到摔落海，飞行员跳伞逃生。军方甲台东当地海巡警消警员第一时间都赶往嘉罗兰海化搜救。沉下去之后再浮上来，然后第一个风打上来，他就下去就没有再上来，都停了呀。哎，这条挂，这条挂。海巡警员伫海面找到飞行员朱冠明上飞了后，直升机随用吊挂架由搜救人员将人移到架顶，搁吊挂上机。不过当时朱冠明已经无喘气心跳，送医抢救宣告不治。空军指出，这只编号5261的 F-5E 战机日到执行基地攻防训练，早起7点29分为台东志航基地起飞无偌久，飞行员以无线电呼救，表示这边的发动机故障。无到2分钟，31分的时阵，朱冠明伫基地北平一里单车跳伞，32分空军下令搜救，搜救队伫8点17分看到跌落海飞行员40分完成吊挂，将人紧急送医。飞机在离地之后，飞行员呼叫右发动机故障。那至于详细的故障以及双方面这个通话的细节，现在都已经列为这个搜证的资料。飞行训练发生意外，飞官朱冠明甚至伊的母亲知影消息了后真悲伤。批评军方早知影战机老旧，却也是让飞行员承受压力。妈妈 ，F-5早晚出问题，你要不要等到出了人命，军方才会重视。朱冠明的家后一路口，看到穿制服、挂着笑容的红色灵灯相片时，佫开始卡软，需要人看。台东地检署表示，初步相验结果，朱冠明是头壳跌来弄到地势落来出血，引起中枢神经休克死亡。不过详细状况要爱进一步厘清。冠蒙他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飞行军官，飞行算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工作。那大家白天在上班的时候，自然神经都会绷得比较紧。晚上只要有时间，你都会听听音乐。顺捷的朱冠明文武拢会晓，甲东炮组成虎团甲团伫其中担任吉他手。伊今年29岁，空军官校正期102年班，107年到7联队任职，飞行时速超过7-8点钟。即马阶级是上贵，预计明年1月就会当升校校。去年假期后才生查某囝，决定今年要举行婚礼，才甲亲戚朋友宣布，因为疫情延期到明年，即马却无法度实现。到底真正失事的原因是安怎？官方表示将进一步调查，也毋过 F-5E 战机和外界积极机能老旧。国务是下令 F-5型机款全面停飞，并且执行特检甲调查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，咱的空军战机发生意外，总统蔡英文唔但表示哀悼，也要求国防部要查明真相。这回发生事故的 F-5系列战机已经使用不到40年啊，因过20年间也捌发生8架意外。不过，甲美国买的战机爱停靠到2006年才会当交会 F-5系列的战机也准全部被换掉，可能阁爱停靠几年。台东志航基地早起做例行的训练，一只 F-5E 战机起飞了后，转播落海，飞行员重伤过往。总统蔡英文早起参加迎宾节庆祝大会的时阵，对殉职飞官的家属表达哀悼，而且要求国防部爱查明真相。我要借这个机会对家属表达哀悼之意，也请国防部务必要查明事故的原因。
台东志航基地第7战术战斗机大队是全国唯一部署 F-51甲 F-A 基地。F-5系列战斗机是当年航发中心甲美国诺斯普洛公司合作生产，第一只伫民国63年完成，号名做中正号，而且拢总生产242只 F-51单座机，甲66只 F-5F 双座机，到今已经使用超过40年，嘛引起机龄较旧、爱全面汰换的声音。在这种事情出了以后，才全面的做检讨，所以国军是面临蛮大难处的。我非常喜欢 F。假如今天国防部认为我还合格，让我选择，我愿意去飞 F。当然，我们期望国际国造尽速能够完成。邦世款虽然捌驶过同款类型的战机，认为 F-5是好的飞行机。不过，这几年来 F-5机队伫2001年开始有8届发生意外的记录，较严重的包括2006年 F-5F 双人座的战斗机伫家己基地发生事故，一个飞官殉职；2007年 F-5F 参加汉光演习摔落来，造成2个飞官殉职；2011年 F-5F 甲 RF-51单座侦照机伫宜兰东学弄着山。专家认为讲 ，F-5机队的风险愈来愈大，高教机敢若会当量早部署，加班赶工课，提早交会。高教机能够尽快加速的量产，然后赶快投入到步训队的这些飞行的训练，让他们有新的飞机。因为他们这40年再怎么维修，你还要拿翻修件再去装，毕竟这个可靠度毕竟是降低了。其实 F-5是目前要咧使上旧的机种，本来就应该爱汰换。不过空军对新一代高级教练机的规划是改用一个机种来负担原本2种飞行机的角色。新式的高教机原型机2019年出厂，今年才头一届飞，规划伫2026年交会。加上甲美国采购的66架全新的 F-16B 的战机，嘛爱2026年才会当全部交会。因为安尼 F-5战机态度的计划爱到2023年，到2026年才会当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，今日下晡台南市议会本地要进行总预算案的审查，却因为议员伫咧争论出席名单，敢要显示伫荧幕顶头所发生口角。担任主席的国民党议员蔡玉辉清点了后，认定人数不足，宣布散会，双方却爆发冲突，甚至有4名议员来受伤。穿着雪甲的民进党议员李宗翰，甲国民党籍的台南市议员罗坤福，两个人发生激烈的冲突。那国民党议员蔡玉辉，甲加入民进党团运作，无党籍议员国务下周，本来伫边仔靠向伊卖相拍，嘛伫冲突当中 QQ 落落，落尾罗坤福的正手红绕着伤，李宗翰是镜头的老伙，几个人嘛着伤。台南市议会原本定伫2到下晡进行连续审查总预算案。按规定，56席要有一半出席才会当开会。不过经过2届休困了后，双方先为着出席议员的名单，敢要显示伫议事厅的扛棒顶悬，大家伫遐完袂煞。所来主席蔡玉辉清点人数拢总23个，无超过一半，就宣布散会，冲突就怎安尼来发生。我讲你拢无举手，恁这个甲我抗议，好散会。暴力多数来欺负我们在野党，我感觉我们也认为不可取。在野党利用议事规则清理人数、处理资料。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清点人数的一个案例，我们必须把在场的议员的名字绣在整个的看板上面。蔡玉辉主席担任主席，我认为他有失公平啊。国民党认为讲，民进党清在以多数欺负少数来起事端，了后阁把责任撒给在野党。伊强调所有冤假的过程，大会拢有录音甲录影来做证据。若民进党团是谴责拿赢暴力，批评引起卡动手。若这场冲突内底有4个议员受伤，嘛拢已经完成验伤，而且考虑提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咧新北市的汐止有一块土地，长期以来拢互乱倒废弃物。经过调查，这块土地竟然是国防部的土地，也逼出进前咧做陆军上尉江庭官的李进玉，利用权势地位，甲新北市以及着桃园拢总有10外笔的土地做互民间单位，军方说拢唔知影，这寡租金也赚了上千万。目前这位势力嫌犯却走去国外，检方也当咧追查。看到现场的机械，若是无讲，一般人就是讲这是工程用地。经过了解，才知影讲，实际这块地是国防部的土地，所伫咧1年前，互已经退职的陆军团上尉工程官李进玉，伫咧任内利用职务的方便，用有当官方印的文件书签出租给民间。像这块2公顷的土地，照规定3年租金是360万，所用300万租出去，钱嘛收入也落地底。
所有权是属于你的，那你为什么会每年发文给我，然后给我里办公处，要求我来帮你看管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我？所以后来那个区公所这边就说，好，他们有跟他们提。居民无法度忍受，因为包括这块土地以来，这几片土地除了少数是私有地以外，差不多拢是国防部的土地，所长期去互倒废弃物。居民真正是吵甲挡袂掉，向民代申请了后，才逼军方甲市府出面来处理。那国防部当然就要请他赶快尽速的迁离哈，那透过法律的途径来迁离。那包括前面有被乱弃置垃圾的部分，我想相关的单位也必须要来处理。我们六军团的立场，对于这些不法的事件、这些不孝的干部，绝对严惩不贷。我们也必须要展现我们的这个决心。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2条的部分，那我们会来做告发处分跟限期改善。由于批评军方结外挂，军方调查了发现，2019年2月李进玉3年前出任陆军团的工程官，所甲经手的新北甲桃园10外地土地非法出租给民间，租金的利润是要成千万。军方一直到今年初才开始调查，该记7大个免职，依法法办，伊所趁机会逃走去国外，目前专案当地由检方侦办当中，卖对查讲敢是有张挂暗藏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年8月14日，有一位受刑者号做连三营，利用出外做事的时阵逃学，经过76天的追捕，第29早起总算向警方投案。伊表示，讲这段期间拢比伫咧无人的山区食果子度3顿。伫台南市警6分局的环境介护之下，逃亡76天的民德外监受刑人连三营，29号上午伫警方的策动之下自行投案。中昼的时阵，启用移交到新华分局来调查。59岁的连三营，今年8月14日利用监狱作业的时阵逃走。入狱的期间，因为警方持续扩大清查有可能迷的所在，以及可能接应的朋友，一个是断掉伊的经源，明显是走投无路，主动向警方来投案。在相关的我们查缉压抑之下，而且没有相关的经验哦，造成他有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了。他本来预计是自己在想说要星期来投案，可是他怕自己反悔哦，所以他自己哦，然后今天哦来第6分局来这到案说明。警方调查了后指出，连现是蒋亲逃走的主因，就是怀疑前妻去找别个查甫，才逃走想要处理感情的纠纷。逃亡期间，甚至佫拄到警察拦插，塞车弄警车，顺利逃走了后，只有是拢住伫无人的山区，3顿拢食山抓水以及水果，来避警方的查缉。连前主要躲藏的地方哦，大半都在山区了，所以他本身哦，与外界也很少联络，他没有使用任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联络方式哦。只不过连三营刑期6点半，坐港早就超过一半，嘛符合报请假释的资格，但是小港是偷走。这次归案了后，将会面临加强刑期。而警方顺后嘛按照函办公务以及浸泡通缉案，移送台南地检署来侦办。连三营是确定无法度搁等外移监来坐监。记者吴振훈台报道。伫今仔早起，台南安平发生3位钓鱼仔民众跌落海意外，这3个人是伫上港的海钓区去互小狗应陷阱落海，好佳在是有救落回来。海巡署也提醒民众，毋若地点爱合法，也爱穿特别救生衫，才通好保护家己的安全。现在看到那个落海人员。海巡署巡防艇伫咧海上敲吹，远下就看到挖进风坡地附近，下落去海底钓客，无钓鱼的冰箱伫咧水底扑咧。台南安平上港29早起7点04分，传出下落去海底意外，海巡署随出动。我给你抓过来。在7点15分的时候，火速赶往到现场，发现，在南方风堤有港内这边有3名钓客载浮载沉，后2艘摇船3艇用艇上的救生圈等救助方式，平安把3名钓客救起。根据气象资料显示，只到台湾西南部甲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影发生的几率。海巡署嘛表示，受到风面的影响，最近海象不好，钓客是去互小狗影潜落去海底。好佳在3个人互救起来了，头壳拢真清楚，干那一个骹手有着伤，后续拢家己回去休困。现在适逢大潮，以及西南涌浪过大，恐有风狗浪情势，造成民众危害，所以在这边钓鱼的时候，一定务必穿着救生衣。
9月初，宜兰大溪渔港嘛发生真侪钓客去互小狗影陷入去海底以外，至少6个人死亡。救生协会捌调查，钓客摔落去海底时阵，若是有穿救生衣，9成以上拢会当救起来；若是无穿，致死率是达到7成。提醒民众伫咧海边钓鱼的时阵，一定爱穿救生衣等等的安全设备来保护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听歌水分明，伫法国南部的城市 Nice，29早起发生一桩嫌犯家岛的攻击案，造成3个人死亡，其中一位死者伊的头骨也互斩落来。警方表示，嫌犯家岛伫 Nice 当地一间教堂攻击民众，有3位死者当中，其中一位查某民众去互斩断头骨。Nice 市长表示，这是一桩恐怖攻击，可能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做的行为。讲到美国大选，阁剩6天尔，不过因这个去染到武汉肺炎的病例却是大大增加。美国总统川说是照常伫各地头举办造势活动，有人批评讲伊的行为根本无看重人民的健康安全。另外一位候选人，也就是民主党的拜登，伊2月登到伊的故乡提早完成投票。美国新冠疫情恶化了真紧，39个州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增加。全国一天平均死亡的人数为2礼拜前的714个人，增加到805个人，总计已经有22万7千人死亡。这伫金融市场引起真大的反应。道琼工业指数28900多点，创下6月份以来5日上摆的表现。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伫密西根州、威斯康辛州、内布拉斯加州了后，迄天照常去内华达州、甲亚利桑那州进行竞选造势的活动。面对疫情的问题，川普也是继续碰风，讲疫苗若来，疫情就会落去。而且呼吁各州唔通采取封锁的行动，嘛威胁讲，若是拜登选调，大家就干会当关伫咧厝里啊。If you vote for Biden, it means no kids in school, no graduations, no weddings, no Thanksgiving, no Christmas, and no 4th of July together.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月甲因太太吉尔伫咧因故乡德拉瓦州威明顿市完成提早投票的程序。拜登伫威明顿演讲的时阵讲，伊袂伫咧这场大选做假承诺，讲疫情亲像开关共款，迟一下就会结束。不过伊保证，头一天就会随来对抗疫情，而且以科学做决策的依据。伊批评川普对这场新冠危机的处理方式，甲因为疫情死亡的牺牲者来讲，是一种侮辱。This is not political. It's patriotic. Wearing a mask. Wear one. Period. 川普前一个暗时啊，伫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机场造势活动，活动结束了后，2线车路无法度消化济车流量，所以川普坐飞机离开了后，一大群人伫咧烈士零下1度的寒风当中，听候来记者的巴士。真侪人，包括老大人，都要行2.5英里的路去塞车。警方表示，暗时10点了后，用10点钟的时间出动40台巴士，才甲活动现场25000人再离开。现场有30个人身体无爽快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协助，有7个人送病院治疗。Just look a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in Omaha after the Trump rally ended. Hundreds of people, including older Americans and children, were stranded in sub-zero freezing temperatures for hours. Several folks ended up in the hospital. It's an image that captures President Trump's whole approach to this crisis. He takes a lot of big pronouncements, and he makes a lot of big pronouncements, but they don't hold up. He gets his photo op, and then he gets out. 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咧美国的菲律又阁发生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血统的查甫人，这件事故也引起众人抗议。另外，伫咧波兰，因为顶礼拜通过上届严格的人工脱体法，民众也上到街头抗争。来讲到法国总统马克龙针对着伊斯兰红雅册批评，也引起世界各地穆斯林要发起抵制法国行动。发了抗议口号，波兰民众组织伫首都华沙的街路抗议宪法法庭伫2日做出的紧速打台化的判决。Wierzę w to, że to jest początek rewolucji i że to wszystko doprowadzi do obalenia tego rządu. 波兰宪法法庭判决，除了互人声称乱伦甲威胁妈妈的健康会当合法打胎以外，竟然因为胎儿无健康去打胎，这引起了民众的愤慨，认为天主教会甲执政党法律正义党的关系密切，才出现这款的判决，连续几日天拢上街路示威。刚刚发生抗议的，还有美国纽约甲华盛顿。
美国当地日落伫宾州的费城，佮发生黑人华勒斯和警方开枪枪杀状况。除了当地引发抗议，纽约佮华盛顿嘛响应示威。纽约的布鲁克林佮一度发生了警民的冲突，警方佮弄破民众的车窗，佮驾驶拖落车。伫这一波的抗议，警方嘛逮捕了超过30个人。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因为真侪届讲话，任何认为是反伊斯兰的言论，造成各地包括伊朗、印度、巴勒斯坦这些所在穆斯林，拢举行抵制法国的抗议活动。تا یکی از فناس الان ما داریم وارد میکنیم باید همه اینا تحریم بشن ما نمیتونیم از وسایل کسایی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که دارن به ما توهین میکنن 各个镜头刷去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，正因为发生亚马逊河的原住民被逼搬厝，甲警方爆发冲突。当地媒体报道，2个月前已经有600外个家庭的厝被警方占领，警方佫用催泪瓦斯赶走不愿意离开的原住民。记者来从整理报道。已经解散的香港民运团体学生动员，因的召集人张翰林，日前因为违反着香港国安法，被警方带走。今透早，伊向亚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，也因为法官拒绝保释的申请，张翰林搁爱向亚到明年正月才搁再开庭审理啊。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外口，记者向警察车内底翕相，希望会当翕到顶一日去互掠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张翰林。张翰林日前疑似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的努力，去互国安处的人员掠走。因那学生动员另外2个精神员单位现甲好险乐，嘛去互香港警察逮捕。不过因2个人已经伫咧2放出来。29早起，张翰林叫互押去西九龙法院开庭。伊去互指控4项罪名，包括9月份开始伫咧网络煽动他人分裂国家、涉嫌违反分裂国家罪、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，甲2项洗污钱的罪。法官决定案件到明年1月7日才搁审，嘛拒绝保释的申请。因那张翰林是直接判押专门关21岁男性的被恶定教唆。當初政府話冇追溯力，但係當時被捕之後，警方攞出嚟好多嘅證物、好多嘅相、好多嘅文章，都係學生動員喺國安法實施之前去發布出嚟嘅相。張翰林7月底去互掠放出來了後，受訪指出，國安法實施進前無國公開倡議香港獨立，因那學生動員嘛佇咧國安法實施進前解散，也毋過警方提出真濟證物，攏是佇咧國安法實施進前的物件。香港政府的作為是咧甲香港人講，就算是過去的行為，嘛攏會互揪出來。前香港眾志秘書長吳志峰嘛鋪文指出，張翰林佇咧2017年的時陣捌講，10年後可能因為家己的政治主張來離開香港，或者是面臨着審判。想袂到，才短3年的時間，就去互控訴幾條罪，保釋的申請嘛去互拒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國安局長邱國正伫今仔日佇立法院表示，目前台海局勢是真緊張，兩岸的情報戰更較激烈。今仔日也是國軍戰備周演訓的第4天，家己的屋仔內頭擺有搬砂式的飛彈入去部署，阿帕奇直升機也出現伫新竹的高鐵站。中共軍機一直擾亂台灣，頂一日陸委會政府主委趙建銘分析，台海已經進入準戰爭狀態。29國安局長邱國正伫咧立法院表示，即馬這個階段台海局勢真緊張，尤其是兩岸的情報戰更加激烈。事實上，台海最近這個階段的確是蠻緊張的，大家有目共睹嘛。我們情治單位更加的要密切注意。王部長講得非常清楚。在目前為止，台海的軍事的對峙情形並沒有升高的跡象，國防部也沒有提升戰備，所以沒有所謂的準戰爭狀態這樣的說法。中共一直恐嚇台灣，29早起要9點，中共軍機閣一解強記錄到入來台灣西南空域，尤其是10月份以來，已經記錄到中共軍機潛入台灣空域23天。若是真正有媒體報道，中共會佇咧中國東南沿海飛彈基地部署先進的東風17超音速飛彈。中國國防部是回應講，武器的具體部署地點是軍事機密，而且閣一解對台示警。在此，我要正告那些台獨分裂分子，搞對抗沒有出路。以武謀獨更是死路一條。中共近年來的崛起，並在區域進行戰略擴張，製造台海緊張，危害世界與區域經濟安全。
面对中共的呛声，陆委会是强烈反击。若是后礼拜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，敢是会去影响到美中台的关系？陆委会嘛强调讲，大选的结果袂去影响美方对台政策。若是国军的战备周演训嘛已经第4天，部分县市会当看到高规格演训。嘉义市乌珠内区头一届有大型移动式的飞弹入来部署，官兵高度戒备管制，现场的气氛是真紧张。第一次看到啊，对啊，安尼国军基本改变无共款啦。高铁新竹站边仔早起嘛看到战斗机、阿帕奇直升机，还有乌鹰直升机，前后伫低空在飞。战斗机降落了后，真侪官兵在手甲地下过飞弹卷起来，而且真紧来进行热挂载训练，还有直升机热加油补给，嘛展现出台湾的军备实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这几年中国抽沙船一直亲门大户，根据着海巡署的统计，干那今年正月到10月中，已经赶走3800多只抽沙船。为了要阻止英国再来，行政院也要修法，甲本地上悬的罚金500万9悬16倍到8000万，上重也爱关7年。海巡署出动2000吨级的新北舰，协助处理中国违法的抽沙船。拄开始用广播柔性口令因离开，不过违法的船根本就无咧信道，尾手干那会当用高压喷水的方式强力来处理。金门甲马祖的海域最近出现不少中国籍的抽沙船下界偷挖海沙。25早起，马祖南干海面有民众翕到中国大只细只的抽沙船，规片海面是密密，数量侪甲亲像要甲规个岛屿包围起来共款。这个水域内不可停留，更不可锚泊，请立刻离开。根据海巡署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10月中，中国违法的抽沙船偷挖沙的量差不多是3300立方公尺。这10个月以来，拢总处理3885只抽沙船，其中查扣的有4只，逮捕37个人。因为罚则轻，中国违法的抽沙船根本就罚唔惊。行政院早起正式决定要修法，会当处罚违法抽沙，包括拖招采处罚36条第3项。犯罪用的船啊、机械设备，经过判决不收确定，会当拍卖、公用或者是做废弃物。另外，专属经济海域甲大陆大战法第18条第2项，无经过许可偷挖土沙石头的人，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而且会当并科8000万以下的罚金。为了加速它的去化经过判决没收，确定可以做靶船、可以做鱼礁的方式来加速去化。另外，这个修法嘛明定海域的范围，包括内水甲领海，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公告的金门，包括东碇、乌丘。咱南马祖是包括东引、龙岛，还有南沙群岛，拢是禁止乌白抽沙的水域。行政院表示，相关修法的草案最近会送去立法院审议，伫咧法条正式实施进前，海巡署也是会严格执法，确保国家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受到美股大波影响，台股今仔日开盘无到5分钟，就落超过200点。收盘时阵虽然有起一挂，也是落130点。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，主要是国际疫情影响，国安基金会继续关注。电视屏是规个青的青，投资人真严肃，目睭掠半面的走势紧紧看，因为台北股市受到美股3大指数大落的拖累，透早开盘就落106.11点。指数一路开低走低，开盘无到5分钟，就已经落超过200点，直接关破12600点。月线甲季线拢走无调，不过后来逢低买盘入场，电子宽达股盘幅度有较少，中场是落130.84点，收伫12662.91点，成交的金额是新台票1865.99亿。心情一定会影响的嘛，会想到哎呀，买了又赔，未来会有影响。早盘8大类股差不多拢是无啥加压的走势，其中电子宽达股大只电捌上价达到435.5块，股王大立光价点是3025块，落75块，鸿海嘛盘1.4%。不过像联电、友达甲群创等等的大型股，盘中无过落有回升，嘛互台股落的情形有较缓和。今天来看的话，就是说外资可能调节全值型的大型的股票，但一些中小型的一个个股在中盘过后有一些都已经开始有拉抬起来。那低价的股票，比如说像联电啊，或者是友达、群创啊这一些股票甚至有翻红的一个表现。那最近因为美国选举变数的一个关系，所以台股的走势就趋向于比较震荡整理。面对台股开盘了后跌落，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，主要是因为国际疫情的影响。不过目前台湾的疫情控制了有稳定，经济表现嘛袂歹。若是有符合国安基金规定的代志，随时拢会当召开委员会，决定敢有要入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伫咧台中有一位行动无方便的高中生，这个月初伊坐轮椅咧等公车的时阵，所连续3台无要甲伊载。学生的老爸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已经互囡仔的心理造成创伤。台中市交通局也表示讲，会追究公车司机的责任，若会处罚，也要求随爱改善。公车搭到站，驾驶赶紧落车，甲路桥帮倒好，互坐轮椅的李同学会当顺利上车。啊，毋过要安尼顺利坐公车，嘛爱看运气。这个月初一，李同学嘛是坐轮椅伫咧等公车，所连续去有3台公车拒绝。司机是当面看着我往后面，就是往他后门的地方骑过去，但是他还是把门关起来，然后一样就是直接开走。所以我非常确定他是知道我要搭车的。那我现在在搭公车来讲的，会不会被拒绝？他自己心理障碍已经出来了。李同学细汉因为脑膜炎引起身躯倒半边的行动不方便，通勤拢靠公车。啊，毋过同工伊招公车，嘛向公车后门刷叮当准备要坐车。啊，毋过司机煞直接驶走，互伊感觉去互技师，阁写认证书，想要争取心心障碍者的权益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会对驾驶甲客运业者来追究责任。这违规的部分，我们会给他予以记点哈，记点基本上它会影响到他的年底的一个亏损补贴的一个部分哈。根据台中市交通局的统计，目前全市总共有1577台公车，啊，毋过有电动路桥帮的干那113台，手动的是超过1000台。若是拄到身心障碍者要坐车，司机拢爱斗3工服务就车。另外一个身心障碍者就小者嘛认为讲，公共运输的环境无够友善，因坐轮椅佮红标爱趟过车阵，而且家己慢车都等。它很不明显，然后这又是红线，啊，前面不是有一台卡车，要挡住我的视线，然后如果现在公车来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啊。身心障碍团体表示，除了建议爱设身心障碍者的等候区，对身心障碍者要坐车 SOP 嘛必须爱落实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去年开始会派秘密客来进行服务验收，嘛来协议奖励机制，来提悬司机载客意愿，互身心障碍者坐车的环境更较优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南投的水鸟潭人工湖目前正在施工，未来会当提供水资源予民众使用。不过，在施工过程当中，土粉啊是硬飞，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变强，可能会更加严重。南投县环保局也加强监控，莫因为营业影响到民众生活。鸟水潭人工湖伫南投草屯OK 盐丰桥到国道6号东草屯交流道完工了后，会当提供超每工25万吨的地面水，减少分林中华地区来抽地下水。啊，毋过伫咧 OK 河床大规模污土，佮加上11月份开始，土石小连续刮温，民众烦恼讲会造成空气污染。夏天还好，你冬天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就不知道了。那个黄沙的能用好最好啊，至少也要知道说空气有变坏啊。为着避免风批营业，南投县环保局要求鸟水潭人工湖的施工单位必须进行证实物，或者是抗风批营业的装置。9月份开始，嘛设加百的微型监测器甲监视器，都工区到4口位的车路，专门监测空气品质。其实这样子的车这样中经过，它没有产生扬尘，透过这样的画面就可以稍微都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周遭的地区，还是一些路口的部分，将近会设了将近有100个点的微型感测器哈。假设它有一个异常高值的情况下，在排除是一个设备故障的情况下的话，到现场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，去了解说什么样的情形，然后及时给它排除。鸟水潭乌土石的总量是1590万立方公尺，风批营业的数量占全县的32%，是南投县上大营建工程污染源。若是土石开始刮温，加百台沙石车出入，可能会造成工区甲4口位啊车路风批营业的污染。草屯警察分队会伫咧附近监控，若是出现空气品质无正常，会当随掌握，而且要求改善。或者若是有重大违规的时阵，嘛会以空污法32条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故宫南院按算伫园区内面要起一栋占地4公顷的展览馆，未来展览的数量会当搁较侪，也会当有分布修复加保存的空间。这栋新的展览馆按算2026年就要来运作啊。以青铜文物会操作建筑外观设计的故宫新馆，透过设计师的小解，正式让大家来知影。2015年底开放的故宫南院，考虑到展览的内容甲空间不足，即阵暗算要起新的展览馆。使用科技的那一种数位展览，就会南院比较好发挥。包括所也谈到了，修复跟典藏空间都会是可以。大家透过玻璃可以看的嘛，
那这在北院是不可能的。新馆的位置暗算起伫咧南边的停车场，甲主管中央上外的湖边，大约4公顷左右。目前已经来到细部规划阶段。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表示，期待新的展馆会当带动嘉义县的观光，周边的乡镇嘛爱对咧共同规划。体验观光人进来就是体验观光，去看宗教文化、看美食、看一些农产品。那外回去的话，就带我们的嘉义的伴手礼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可以来搭配故宫南未来更多的游客哦。故宫南院表示，民众入捌园区的时阵，拢会感觉入口甲展览馆之间路上过远。透过新馆的建设，唔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嘛，互历史文物有科技化的空间，希望会当互全国的民众用无同的角度，更过来了解这的文物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伫今仔表示，观音山的流浪伫12月就要举办招商说明会，上紧在明年中就会进行招标，而且这会模式就是民间出钱、民间经营的模式。爬上观音山看台北港，也会当看到淡水北日烟花湖景。新北市政府确定兴建观音山缆车，准备开始招商，预计伫年底召开说明会，目前已经3间业者表态有兴趣。初步规划路线由北里渡船头沿着观音山天际线到观音山硬汉岭，全长大约2公里，估计经费新台币9亿。市府这边，他在今年8月的时候就会同我们地方包含巴黎公所，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民意代表，还有里长等等，我们就到那个大概左岸那边的现场去做一些会看。做起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地方的这些居民都非常的期待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普遍都相信说，有一个缆车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即刻力道。市府伫8月份已经进行整地作业，到北里渡船头进行张勘，也毋过路线动线顶细节还未定案。到时阵也爱看厂商提案计划来定案。新北市政府预计年底招商说明会了后，上紧明年中招标。市府偏向无出钱，以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推动，可能民建民营。对缆车起站可能设伫北里渡船头，当地店家表示乐观其成。蛮多地方可以玩的，尤其有带小朋友的，沿路啊、沙滩啊，还是这边最近做了很多那个公园啊，带小朋友来玩还不错啦，骑脚踏车，然后顺便带小朋友坐缆车。坐船之外，还可以一些外地可以从那边来这边玩坐缆车啊，对，就像猫空一样，也是这样子。假日本来就是都是很塞，就一条路而已啊。不好停车。对啊。北里总环因为最近新设分析广场，搁整建自行车道，加上坐渡船前往的观光客，家里人真侪，停车位歹找，在地人士认为，若确定兴建缆车，交通动线需要通盘特别考量，重新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真出名的电脑游戏《返校》去年改编做电影，伫金马奖也摕到真侪座的奖座。公共电视伫今年12月也要推出《返校》的电视影剧，用看戏剧方式来了解迄当时压迫别人的白色恐怖。你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熟悉的台词，紧张的气氛。电玩游戏《返校》继续改编成电影版了后，搁推出影集作品。学姐已经有个形象，很难去定义她到底是人还是鬼的角色，可以为这个角色找诗、找音乐，然后我有曾经为方瑞欣编了一小段。感觉经历了云香这个角色之后，我也变得比较感性，变得比较敏感一点。那一阵子的怪也是我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理解到，哦，原来那一段时间我是在排泄角色。为了要融入假设状态，演员费真侪苦心，也佮一度因为想入戏行袂出情绪。故事的重心赶快是发生伫翠华中学，也毋过甲原作品无共的是将时间设定伫90年代出发，互女学生老分享拢伫学校禁地，也做60年代学者对老比较的真相。这个时空的这个事情是这个游戏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。过了比较久的时候去看这件事情，那我觉得会比较当代，这样就是会比较跟现在跟我们大家有关系。就他内外的反差是一个很大的人，感觉到他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伪装，一直脑袋都是想这件事，所以可能就常常就是废寝忘食。将学生老分享老师心华等新角色新剧情加入返校的元素概念，希望会当利用更加接近当代的90年代视角来反思白色恐怖时代的悲剧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咱无法度决定人生的长度，毋过会用改变的是生命的宽度。但当伫本囡仔的错误是单爸单俊朗的心血，伫付出的过程当中，单爸所雄雄过身，伊的后生也赶紧来接手，希望会当甲老爸疼惜囡仔、关怀囡仔的心继续坚持落去。一个门卡口有一个大水池的家厝啊，就是伫咧台东治本囡仔的事务的办公室。啊，若是事务目前已经有9间。而且每一间拢有家己的功能，伫咧陈彦翰的带领之下，豆豆启发无共囡仔的天赋，互因找到自信。其实事务的创办人是陈彦翰的爸爸，大家拢叫伊陈爸。一直到去年意外成功死了后，陈彦翰才甲事务所有运作的责任担落来，成做主要的决策者。较早爸爸是一个人，伊的力量，伊想甲足深。伊嘛做有远见，伊嘛知影讲即件代志应该安怎做。到今嘛真正证实讲，介济代志拢是做对的。伊原本按算30岁才要接班，毋过因为爸爸雄雄过身，转提早2年来接手。但是嘛，因为世代交替，所有营运的方向嘛有创新的想法。以早是一个人讲，大家对咧做，即嘛是共同讨论。毋过目的拢是为着囡仔伫咧设想。事务20年以来，累积真济珍贵的事物，尤其是囡仔的改变。这一切累积起来，伊希望会当成做一套事务学，互事务学系统化这件代志变做真的。未来，互更较侪偏向的囡仔嘛会当受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歌谣通好唱出每一个族群的心声，会当唱出历史的意义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特别整理120条台湾歌谣，佮甲因定性编曲，要用西洋音乐的角度，呈现出传统歌谣无共款的气味。这首《阮若拍开心内门窗》是描述台湾1950年代农村青年去都市打拼出歌心情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3年前开始进行台湾歌谣传向前的计划，邀请国内作曲家重新编曲，用西洋的管弦乐来演奏传统歌谣。透过作曲家用管弦乐，用一个不同乐器庞大的管弦乐团，重新请作曲家把它编曲出来，它就会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风貌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表示，透过这边的歌谣计划，除了要互民众对台湾歌谣的背景有较深入的认识，嘛希望交响乐会当真自然出现在日常生活内底。我们常常想，这个历史如果我们公务单位不来整理的话，民间的力量恐怕是非常难的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，把这120首各种不同的主题，我们请庄永明老师帮我们编了10个主题。台湾歌谣较亲像一面镜同款，会当反射出来，一个历史的背景甲文化意涵，伊嘛当象征着讲咱这人民因生活中间迄个喜怒哀乐，甲着伊的价值观啦。台湾歌谣创作者简尚仁老师嘛讲，传统的音乐除了保存，嘛爱创作。咱对着这个传统，也是讲较老歌这物件做一个保存，嘛是有需要。咱嘛爱不断有迄个向前行去，迄个动力啦，来鼓励着一寡，吼，伊本身这个创作就带有传统音乐的元素入内底，一新的创作乡土歌谣。互咱的台湾歌谣不断有一个向前行的力量甲生命力啦。歌有历史，历史有歌，代表台湾传统文化、民间生活歌谣，有人保存，有人创作，才会当互歌谣唱偌水，留愈久，留愈远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、台中新竹综合报道。
接下来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年第19号风台天鹅伫今仔日形成，天鹅向西边山顶东拍算对菲律宾过，袂直接影响到台湾。要若关岛西南边海面有一粒热带性低气压，未来2天也会结束风台，敢会影响到台湾，恐惊搁爱观察。另外，伫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东北风增强影响，北部、东部会落雨，天气也会变较凉冷，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。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，做伙来看预报，恁就知。北部地区对21度到25度，中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，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。东部地区对21度到26度，再来看外岛地区，对19度到27度。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《AM 新闻》，我是嘉豪，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。